represent everyone to enjoy this fun race. We call it the Dragon Ball Racer. 练习英文解说，桃园凌云国中的许少奇和段崇浩将代表台湾参加在马来西亚举办的2012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世界赛。在龙潭大使看的龙舟赛变成机器人版，2台龙舟，主机裁判划船中天降神纵的障碍，手里的桨划得越快，龙舟跑得越快，娱乐效果奇佳，还有挑战逆水行舟的真实感。你怎么去利用齿轮去模拟整个水流的运行？哇，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们快要好几个月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从与人互动的观点去发想，男女老少都能玩，还有运动健身的效果。比赛时，连裁判也想试试看。负责指导的罗监制把自己比喻成开罐器，他说要开启每个孩子创意的潜能，也常发现孩子的想象力就是他的超能力。哪懂他发明东西哦，他说我喜欢发明东西，灵感从哪里来？像这个打字，因为我看到身障者在医院躺着，但他们不能打字，但他们脸部可以运动。我想说，如果用眼睛的眨眼次数的话，可以让他们打字或是写文章。要让机器人准确敲击键盘，光改良稳定度就花了8个月。也在克服失败的过程里，孩子们找到勇于冒险去实现的坚持力量。他程式已经很厉害，我就给观念。因为我看的观念已经比较多，我会告诉他你的问题可能在哪里，你去找。如同知名导演柯曼龙说的，失败可以是一个选项，恐惧却不是。好奇心是最厉害的本事。在研究光明机器人的过程中，不断的追求进步。这些孩子们被激发了创意，为自己赢得站上国际舞台的机会，也朝世界赛冠军迈进。爱动好发明东西，灵感用得出。爱动好发明东西，灵感用得出。